各位網友，大家好。嗱，今日咧係2025年4月7號禮拜一嘅。咁今日咧可以話係香港股市或者係可以話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啦。咁全球嘅股市都係咧哀鴻遍野。咁點解呢？咁相信大家都應該見到啦。所有地區幾乎咧無一幸免。各個地區嘅股市都係咧大幅下挫嘅，咁而亞太區方面亦都係啦，咁好似台灣股票咧，亦都係咧跌咗1成啊。咁至於南韓同日本同樣嚟講都係一大跌，咁但係香港咧就最慘啦。香港今日咧就係跌咗3000點以上嘅。收市時咧，收報係幾多咧？收市時恒生指數就係收報係19828點，就跌咗呢就3021點，跌幅呢就13.2%。咁就20000點呢個呢就應該係心理嘅支持位啦，都係呢好容易咁就跌破咗啦，同埋呢跌幅13%。真係呢就係成個亞洲區跌幅最大嘅，甚至可以話呢全球啊。香港亦都係呢就係又再呢就得到冠軍啦。香港股市過去一直都係有呢就叫做係跟跌唔跟升啦。最近個形勢又改變咗，好多即係話係啲基金啊重新呢就將香港再估值啦。但係呢你要見到遇到大事件之時，香港股市都仲係呢係跟跌唔跟升，跌呢要跌到10足10嘅，要跌突咗嘅。而升呢往往都係落後於其他嘅市場。呢一個係香港股市嘅劣根性係改唔到嘅。所以呢日後大家再做投資嘅時候，都要留意啦。一跌嘅記住呢，盡快走得快好世界。今日香港股市點解跌呢？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啦。源於呢就係特朗普突然間喺4月2號就係呢公佈咗佢個所謂對等關稅。呢個對等關稅呢，其實啦佢又係想利用呢一方面，就同其他嗰啲關稅國家呢係討價還價，又或者呢想從其他關稅嘅國家係得到一啲咁嘅利益啦、收益啦。所以特朗普呢就係誇下海口，就話呢佢呢個對等關稅啊，一來好仁慈啦，因為佢話係加唔足嘅。二來呢亦都係想呢就透過呢個關稅政策係令到美國呢今年多咗6萬幾億美元嘅收益。呢個即係算盤打得響唔響呢？我就相信呢就係應該呢就打錯算盤啦，應該係計錯數啦。首先第一，而家呢會見到其他國家呢，有啲國家好似我哋中國啦，已經係呢就作出強硬嘅回應。至於有一啲國家就算妥協都好啦，亦都係呢勢必影響係呢個貿易嘅關係同埋呢係呢一個消費嘅金額嘅。所以全球呢相信啦呢個出口嘅即係情況呢，係會因為呢一個對等關稅而呢就嚴重受創。亦都係呢係有機會令到嗰啲係有一個比較高關稅嘅地區國家呢，佢哋嘅出口受到影響，而令到佢哋呢嗰個係經濟嘅增長係受到壓抑，甚至呢係失業數字亦都上升嘅。好啦，至於美國方面受唔受影響呢？特朗普呢可能計數呢就係即係小學生啲數計得好差啦，應該計錯數㗎。點解呢？因為呢肯定呢啲咁嘅關稅最終係轉嫁翻俾消費者方面㗎。所以呢美國啲國民將會呢就為特朗普呢一種關稅嘅政策呢就付上沉重嘅代價。所以呢大家會睇到呢上個禮拜啦，已經係美國爆發咗1200幾場嘅示威，同埋呢好多人開始呢就係喺呢啲唔同嘅地方搶購貨品啦。至於中國貨呢，更加係呢就係炙手可熱，大家都搏命搶購中國貨品。原因就係佢哋呢生活入邊呢就係中國貨品已經成為呢佢哋嘅必需品之一。而且第二呢又擔心呢如果
加徵咗關稅之後，嗰啲中國貨嘅貨價咧大幅上升。嗱，由呢點已經可以知道啦。咁呢啲貨品咧就因為加徵咗關稅而咧導致佢價格上升。你話啦，最尾係邊個埋單找數呢？咁啊當然係美國啲消費者啦。咁當然嗱，咁啊啲出口商或者製造商有冇係即係承擔呢？都有嘅，只不過係承擔其中一部分。咁最終嚟講都係消費者受損嘅。嗱咁啊，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啊肯定咧就係消費方面啦受到嚴重打擊，消費係疲弱㗎啦。咁如果消費疲弱的話，咁你諗下，咁啊呢啲咁嘅貨品，咁啊自然咧，咁嗰個係即係話生產啊、出口啊就減少。所以嗱，呢6萬幾億啊，咁啊特朗普可唔可以收到呢？我相信真係有機會啊，零頭都冇啊。好啦。咁啊，市場方面就係因為咧特朗普呢個對等關稅咧而咧就大幅咁下挫嘅，咁而且咧市場方面全球啊市場都係蒸發咗好多財富，咁呢啲咁嘅蒸發咗嘅財富咧，講真，特朗普你點樣去加關稅都賺唔翻啦，咁啊所以咧你可以睇到啊，成盤數真係咧計錯數嘅。咁但係可惜啦，特朗普呢個人呢，就係相當之瘋瘋癲癲，不按常理出牌嘅，冇人估到佢做啲咩嘢。好啦，亦都係因為冇人估到佢做咩嘢啦，咁所以呢，大家都擔心呢個關稅戰仲有冇後着呢？嗱，咁首先大家可以睇到嘅，咁啊關稅戰一出之後呢，咁啊有啲國家已經跪低啦，就唔敢呢同美國對着幹，咁啊甚至好似越南啊、柬埔寨一啲咁嘅國家，更加呢對美國嗰啲入口貨品呢就零關稅，咁佢企圖呢就向美國認低威，企圖呢透過呢一樣嘢討好美國，咁啊企圖呢。因為咁樣而令到咧，咁就係可能越南啊、柬埔寨啊出口美國啲貨品咧，可以個關稅方面咧，就係令到因為佢哋有實施零關稅啦，令到咧特朗普龍顏大悅咧就會降低佢哋嘅所謂對等關稅。但係特朗普會唔會咁做咧？暫時唔知道。但係咧呢啲國家已經跪低啦，向美國示好。咁至於西方美國嘅盟友點處理呢？似乎呢就而家嚟講都係保持沉默喎。咁大家都並冇出聲，就未知道佢哋嘅回應方面係點樣。甚至你會見到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咁都係呢係較為呢就係沉靜。之前嚟講加拿大已經講到啦，一定係會有報復性嘅關稅出台嘅。咁但係呢，似乎都係呢就只聞樓梯響嘅，不見人下來，就並冇呢係採取實際嘅行動嘅。只有中國真係呢好快，不足48小時就立即作出相對嘅反制行動。反制方面有好多項嘅，咁包括咗對美國一啲咁嘅即係企業呢，就係列入呢個係實體呢個清單。咁另外咧，亦都係咁對美國咧有好多嘅，即係話係貨品啦，全部嘅貨品咧都係咧加徵翻34%嘅關稅，就用以咧就反制翻美國。咁而咧就最犀利咧就係中國有好多啲稀土產品，嗰啲稀土呢啲咁嘅資源咧，咁就係實施咧一個係禁即係話叫做係可以話限制出口啦。咁就唔俾咧就係呢啲咁嘅稀土係輸往美國嘅。嗱，我相信咧呢一招係絕對有效，因為咧喺美國方面有好多例如咧電池啊、汽車工業啊，甚至咧軍工產品啊、啲戰鬥機啊，全部都需要呢啲咁嘅稀土嘅。咁呢啲咁嘅即係話係稀土咧，最主要生產地都係中國。咁再加埋呢啲咁嘅提煉技術亦都係中國呢係可以話全部控制晒。冇咗中國之後呢，就算美國擁有呢啲稀土，都未必可以提煉到呢啲咁嘅稀有金屬。咁所以呢，我相信呢個反制呢就最有力、最有效嘅。好啦，咁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中國出咗反制啦，咁所以呢令到大家都擔心咧兩大國家咁嘅貿易戰會唔會係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咁呢一個憂慮呢就令到全球股市都急速下挫嘅。好啦，咁仲有一樣嘢，而家大家呢擔心咩嘢呢？而家大家仲再擔心就話
特朗普會唔會就中國嘅反制又再反制翻呢？嗱，呢樣嘢真係唔知道。咁而特朗普亦都係呢就冇公開表明，只不過佢就係向公眾話中國嘅反制行動係做錯咗。咁佢認為啦，而家呢中國係承受唔起啦，出現咗呢就係驚恐啦。咁甚至呢佢認為呢中國呢而家嚟講係玩錯咗嘅。咁嗱，姑勿論如何都好啦。咁大家呢都係可能好擔心特朗普又會唔會因為中國嘅反制再咧就推出其他唔同嘅即係反制行動啊，或者呢係唔同嘅措施再次針對中國呢？嗱，呢一個憂慮呢可以話係導致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嘅最主要原因嚟㗎。咁可以睇到呢，咁呢個係關稅戰啦。投資者而家擔心嘅情況有邊幾樣呢？第一就驚經濟衰退。第二就驚特朗普又再咧發起神經，再有新嘅一個係制裁行動，或者咧再有新嘅關稅措施。如果再有新嘅關稅措施呢，咁大家都擔心會唔會啊？咁就係喺呢個對等關稅34%加諸中國嘅之上，再有新嘅關稅呢？大家都唔清楚。因為之前咧特朗普都講過係有機會加100%嘅關稅噶嘛。假如真係咁樣的話，咁我相信啦，股市方面無論香港又好，內地股市都好啦，咁有機會呢係再跌嘅。而呢話而家股市會點呢？更加都係會繼續下跌，甚至呢美國而家市場都係擔心呢有機會因為咁樣而呢就係出現經濟衰退，同埋呢息口有機會呢就係唔再下降啦，甚至掉頭向上。如果係發生咗咁嘅情況，咁我相信啦，話而家股市呢係應該進入熊市㗎啦，個跌市呢相當之漫長。假如話而家股市進入熊市的話，咁對香港股市點呢？肯定有利淡衝擊㗎。大家記住喎，千祈唔好以為呢香港股市跌無可跌，其實唔係㗎。香港嘅股市不嬲都係低處未算低㗎。如果華爾街股市進入熊市呢，相信香港股市嘅跌幅較華爾街更甚㗎啦。呢點大家要小心留意。亦都係因為呢啲種種嘅原因啦。所以我哋而家嚟講點樣去處理呢？今日呢，我相信大家都係冇乜心機㗎啦。所以呢，我除咗講大市之外，我亦都唔會講個別股票嘅走勢，因為而家講呢啲個別股票個投資價值係冇意思嘅。反而呢，我就係想同大家傾下點樣面對而家呢個大風大浪嘅環境，點樣呢係令到自己係嗰個投資處於最安全嘅即係個係境地。好啦，先講翻呢個市場先。頭先講咗啦，由於投資者一路都係呢係繼續擔心呢個係關稅戰或者貿易戰呢將會越打越烈。如果越打越烈的話呢，真係呢全球個經濟今年嚟講有機會陷入衰退嘅。如果係陷入衰退的話呢，我相信全球股市應該同步進入熊市。如果同步進入熊市呢，會點樣呢？一路呢就反覆下挫嘅。而香港股市都係呢唔能夠幸免於難嘅。好啦，講咗呢一啲咁嘅環境啦，跟住呢，我哋先睇睇個股市方面呢，今日呢個下跌，令到圖表嘅走勢點呢？唔使講啦，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圖表嘅走勢就相當之惡劣啦。今日呢跌穿咗50天平均線，呢一個呢條平均線呢，就好耐都冇跌穿㗎啦。喺今年1月中重上之後呢，就一路都係呢係守住呢條平均線上邊，而家向下跌破，而家向下跌破都唔緊要啊。最慘呢就係今日嘅成交好大嘅，有6000幾億。以一個咁高大嘅成交量，咁巨額嘅成交量跌破一啲咁重要嘅平均線，即係話俾你知，今次嘅跌破係絕對係相當之可靠。換言之，香港股市應該進入一個中期性嘅回落階段㗎啦。如果真係中期性嘅回落階段呢，係而家嚟講呢個係去到19800啦，今日收市係咪見咗底呢？如果大家睇翻呢個圖表方面，你會見到㗎。其實呢，恒生指數係有機會有機會呢係落到去18600點
18,600點呢個位嘅。咁當然啦，嗱落到呢個位之前咧，咁而家咧就係考驗緊250天線嘅。咁而250天線咧約莫位於19,400點度。嗱咁啊換言之，嗱咁啊而家咧呢個大市香港股市啊，咁就係19,400咧係目前啦有個相當關鍵嘅支持位。嗱250天線咧一般都係咧牛熊分界線啦。如果跌穿咗19,400點咧，即係話香港股市係真係好大機會步入咧就熊市階段啦。咁而咧就跌穿咗呢一個位之後咧，下一度嘅支持位就去到18,600點。18,600點。嗱咁啊，仲有嗱今次嘅下跌，今日嘅下跌咧出現咗好大嘅下跌嘅裂口啦。呢個裂口會唔會補得翻咧？咁啊短期之內咧，相信就未必會有機會補得翻嘅。嗱咁不過咧，大家亦都要明白到咧，咁啊今日咧嗰個股市嘅下跌其實啊，因為咧係有啲斬倉盤入市啊，所以令到咧成交量咁大，同埋跌幅咧係點解啊一路擴大咧？嗱咁啊喺投資市場最驚咧就係所謂滾雪球效應。咁而今日咧香港股市正就出現咗滾雪球效應，點解咧？因為佢跌幅係相當之大。嗱，相當之大咧會觸發咗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話咧會令到市場好多衍生工具即時死亡。咁啊今日咧我相信啦好多啲牛熊證啊，咁其中啊嗰啲牛證咧好多都即刻咧就係死亡㗎啦。咁同埋咧呢個市場方面嘅急跌啊，咁就係會導致咧就 call 孖展。嗱，因為咧跌得太大咧，咁啊 call 孖展嘅人係好多嘅。咁而咧call 孖展嘅人咧，未必個個係願意補倉，亦都未必個個有咁足夠嘅資金補倉。如果冇嘅點咧，咁啊就會咧喺市場斬倉。嗱，今日咧斬倉嘅情形咧就相當之犀利，所以點解成交量大嘅原因係喺度啦。咁同埋咧斬倉就令到股價係唔正常，同埋咧非理性下跌。嗱，呢點亦都係咧就點解香港股市嘅跌幅往往咧較其他地區為大嘅原因。嗱，因為全世界而家好多地方咧對於沽空嗰啲嘅行為咧係予以限制嘅，尤其是大跌市期間。但係香港咧真係咧冇掩雞籠，任得你沽空，無論你借貨沽空又好，又或者咧喺期貨市場沽空都好，或者啲沽售股票都好。咁啊總之咧係完全係放任嘅。就唔係話好似我哋國家咁啊，或者其他地區嘅股市咁樣，係咧就大跌嘅時候就限制沽空，就冇呢樣嘢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導致香港股市咧就經常出現啦，所謂呢個骨牌效應。咁啊一跌穿咗重要位之後，大家一齊斬倉，令到咧股市跌幅好大。嗱咁當啲斬倉盤冇晒之後咧，咁相信股市係有機會反彈嘅。好啦，咁啊如果反彈的話，恒生指數而家反彈最主要嘅阻力喺邊度咧？咁啊當然大家都應該識得睇㗎啦。咁啊最大嘅阻力就22,600點度。嗱咁啊呢個水平可唔可以去得到咧？就真係未必啦，因為咧而家跌幅咁大啦，咁啊上升真係阻力重重㗎，所以22,600點係一個好強大嘅阻力，短期咧應該冇乜機會㗎啦。咁如果而家反彈初步嘅支持咧，咁就係有機會喺個裂口嘅底部喎。嗱，呢個裂口底部咧就係21,000點度，21,000點度就係咧而家假如咧有啲技術反彈，呢個係阻力位。嗱咁就頭先講咗啦，咁由於投資者而家係擔心貿易戰咧會惡化，亦都唔知道咧特朗普未來應該點樣去即係話去做。咁啊由於特朗普係神經刀啦，係冇辦法捉摸嘅。咁啊所以咧股市都同樣嚟講係冇辦法捉摸嘅。而家可以話咧係人為市。咩叫人為市咧？就特朗普一句説話就可以令到股市升翻晒，一句説話又令到股市咧可以再繼續下跌。嗱，通常呢啲咁嘅人為事咧冇得捉，冇得去計。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咁我哋應該採取咩策略咧？咁我唯有離市啦。嗱咁暫時離市咧就會比較好啲。嗱咁好啦，咁如果你話係離市嘅時候啦，咁就當然啦，就係首先咧，你就要咧就將自己嘅嗰個股票個持有量咧盡量係減低，咁即係話以策安全啦，就唔好話咧萬一特朗普突然間有咩新嘅政策咧，又再咧將股市推低而令到大家咧就損失。嗱咁頭先講咗股市咧就係而家超賣咧。但係唔代表就會止跌回升，咁而家咧就等啲斬倉盤完晒之後咧，個市場會有技術反彈，但係技術反彈應該幅度唔會太多。
咁就反彈之後都仲係咧信心薄弱咗啦，咁會咧再繼續下跌嘅，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嘅。嗱而家市場方面可以話充斥住所有咧都係利淡因素啦。咁有冇利好因素咧？其實係有嘅。咁利好因素就係話咧，特朗普面對住中國咁強硬嘅態度，咁可能咧佢突然間又即係換個第二個花樣換個花臣，咁就會同中國方面係坐低，大家互相咧就傾談。咁希望咧喺談判桌上咧解決呢個貿易嘅紛爭。咁如果特朗普真係咁做，相信啦，華爾街股市香港股市以及內地股市都會應聲咧就急彈嘅。咁全世界股市都係咧有機會應聲急彈嘅。好啦，講完咗大市嘅情況，咁跟住咧就講一講乜嘢股類喺今次呢個係關稅戰之下咧會受到影響啦。首先受到影響當然係航運股啦。因為點解呢？由於喺關稅戰嘅情況之下，咁我相信啦，各個國家輸往美國嗰啲貨品係受到影響㗎，係會減少㗎。所以呢，令到航運方面呢嗰個業務呢有機會呢係受到一定程度嘅打擊。好啦，除咗航運股之外，仲有咩股份呢？當然係仲有嗰啲係銀行股啦。銀行股點解會受到影響呢？大家應該明白到銀行咧就係百業之母嚟嘅。銀行咧如果喺呢一個關稅戰之下，咁我相信咧係會令到全球嘅經濟有機會陷入衰退啦。如果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話，會令到銀行嗰啲咁嘅商業嘅借貸活動係減少嘅，從而咧影響咗佢哋嘅生意。同埋第二咧，如果全球經濟進入衰退的話，亦都係有機會令到銀行嗰啲外壞帳增加。呢點嚟講，亦都係不利於銀行嘅業務嘅。咁所以銀行咧喺今次嘅關稅戰之中，亦都係屬於咧受害者之一。今日大家見到啦，匯豐一跌跌咗好多喎，跌咗成14%。咁點解呢？原因就喺呢度啦。大家都係擔心匯豐係有機會受到關稅戰嘅影響。好啦，除咗銀行股之外，仲有咩股份受到影響呢？好多嘅。例如呢，手機設備股份啦。手機設備股份點解會受到影響？因為啦喺關稅戰之下，我相信啦，蘋果嘅銷量咧應該係受到影響啦。而蘋果對華嘅市場喺呢個係內地嘅市場咧，更加係會受到打擊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呢，蘋果個銷量下跌嘅。自然咧令到嗰啲係生產蘋果周邊產品嗰啲係手機設備股份，就係佢生意咧同樣嚟講都係咧受到打擊。所以咧呢類股份喺今次嘅關稅戰之下，大家亦都係咧就暫時咧就唔應該掂手嘅。跟住仲有乜嘢股份係會受到影響啊？估計咧有機會咧就係屬於嗰啲醫療設備股或者醫藥股啊。點解呢？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就係喺關稅戰之中，就係美國咧對好多嘢都係限制輸華噶嘛。包括咗啲高科技啦，高科技嘅技術又好，或者即係晶片都係限制咧就輸往中國嘅。跟住咧會唔會下一步就去到醫藥板塊呢？因為醫藥板塊同樣嚟講有好多嗰啲係高科技嘅發明㗎嘛。喺呢一方面嚟講，會唔會美國咧亦都係限制輸往中國？假如真係的話呢，我相信對呢啲咁嘅醫療股份或者醫療設備股份呢，可能都係咧就係受到打擊，從而咧就係令到呢一類咁嘅股份咧有機會出現咗比較大程度啲下跌嘅。換言之，呢一類醫療嘅股份、醫藥股份，大家都要咧就係避一避嘅。總之喺呢一個關稅戰之下，或者中美貿易戰之下呢，有好多股份都有機會首當其衝。至於我哋國家咧喺今年嚟講啦，就係會唔會可以保持住5%嘅 GDP 呢？相信係比較困難啲㗎啦。而家可能因為咧就係出口方面同呢個美國出現咗一個咁嘅關稅戰啦。所以咧我哋國家嘅經濟嗰個係驅動嘅主力咧，有機會咧就係轉到去以呢一個內循環去帶動，即係話咧以內需去帶動嘅。如果係以內需去帶動的話咧，就係會令到呢一啲內需嘅股份咧
係有機會比較好少少。但係咧嗱，如果整個市勢唔就的話，咁我覺得咧嗱，呢啲咁嘅板塊縱然咧就係可能咧就係影響面較細嘅，咁但係咧都唔應該掂手。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咁啊同大家講咗啊，咁係整體大市嘅情況啦，同埋咧大家應該點樣去面對目前個環境，以及咧喺關稅戰之中邊一類股份受到嘅影響比較大啲。嗱咁就係其他嘅嘢，咁我就唔再同大家咧就係敘述啦。總之而家風高浪急，大家一切都要小心為上，就千祈唔好太過進取。而家嚟講最好就暫時避一避市，而且咧投資而家嚟講應該係轉趨保守嘅。好啦，咁啊最後咧，我要提醒大家啦，咁啊股價有升有跌嘅，同埋大家入市嘅時候咧，必須要衡量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同埋咧我以上所講嘅一切，只不過作為大家買賣嘅參考，並不構成大家買賣嘅依據。多謝各位。